台南市长黄伟綽、南胖购物中心董事长欧朴明等侪贵宾，共同为南胖13米悬的圣诞树仔点灯，延续周年启动期甲来配合作，打造5公尺悬的上大电掌旋转木马，佮加上边的魔法小灯，吸引不少民众来拍卡翕相。今年的耶诞季的第一个点灯，也是最厉害的点灯，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开心。南纺这些年来已经成为台南的第一品牌，也是最好的购物环境。不管在1期或在2期，都是让许多台南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能够驻足流连忘返吃吃喝喝逛逛买买最好的地方。秉持着促进社会、用智社会的精神，南胖购物中心董事长欧朴明以欧印度基金会名义，捐赠价达8万的交通车辆，予德兰启智中心。欧朴明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让偏乡弱势得到更较侪照顾。总裁他所属的基金会，所做的这些社会救助，这些工作，不是只有捐赠车辆而已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工作。那只是借由这每年一度的这个圣诞点灯，这个应该是说让我们的活动更添光彩，那也让所有的市民知道，南纺集团在这里68年了。这场点灯活动热闹佮温馨，除了有扫花手之外，也佮安排表演技术团队舞者，搭配着科技大环表演，将现场民众在入去热情的圣诞派对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